有別於傳統揚聲器造型嘅意大利歌劇院 Opera 全新 Mesa V2， 聲箱中央咧就鋪設有一層黑色嘅人造皮革，至於兩旁側板咧就提供咗啡色木紋同埋水泥灰紋理可供選擇嘅，營造出與眾不同嘅新派意大利風情。聲箱所有水口邊位都打磨成圓角，有效減少聲音嘅折射。內部咧亦加咗強化支架，進一步克制諧振干擾。至於單元方面咧 ，Mesa V2 所配備嘅26mm 雙磁鐵回路 C 質纖維半球形高音，面板部分咧就採用鋁合金精製而成。至於採用黑色鋁膜進盤，擁有極佳剛性嘅 150mm 中低音單元，全部屬於鄰國丹麥 Scansmith 受鑄生產嘅專用貨色。配合德國 Mundorf 薄膜電容同埋空氣芯電感線圈所組成嘅分音環節，令擁有 88dB 輸入靈敏度嘅 Mesa V2 兩極伸延同埋聲音密度都比上一代產品優勝。除咗放喺台面之外 ，Mesa V2 都可以配合同裝 SP1 專用腳架使用，綻放氣勢有勢俱全嘅震懾效果。如果大家對 Opera 呢款 Mesa V2 小型書架喇叭有興趣，歡迎致電尖沙咀 Hi-Fi Gallery 影音科技安排預約試音。多謝大家支持，下次見。